请问你真姓哪名？哎呀呀，你为我性命做什么啊？主人你再拜儿子来答应，说说你真是热心人，请你留下姓和名，我牢牢切切记在心。看他问得真奇怪，其中必定有来因。他烧香不像是真烧香，莫非他真是金手印？我把姓名告诉你，小事不必挂在心。先生李明成，真什么？先生李明成在庭，从小自名家亲啊，就要亲。不知你是在何方的本土本乡本地人，不知在哪一方哪一门哪乡哪方哪一村，这西门萝卜三里路途人，永丰中乡的陈家屯。不知你兄弟姐妹有几位，像古庙几棍头一根。快说说你年纪多少？5、2、1你说你他什么事？问说说你可人且若太过情？他一定是金手印。我与你无情亦无情，你怨我才是压脚根。分文也不还。我去年以前早判情，不知道判的哪门情？看的同源同乡亲，所以等相对金家推，若无名家金，若为我起名叫金手印。哎呀，果真不错，是我父与我喜在眉头笑在心，待我上前把夫人。夫人出了丈夫乃为敌，他在这里是保护的吗？我有心问再去问，问说说你为何不去早去听？我的剧情打一把，提起剧情我心里恨。那日我到城里去，
若无才人我今人，若无人面看见我，他连忙就叫乔子定，强逼我把态婚信。哎呀，你千万不能写呀！我要令衙官不答应，若无他对怒气人，吩咐家丁在心，我吩咐孤谁凭性命，虽举全力不留情。你当得好，你当得好，好的玩得有理，我把轿子造万人，滚彩心金月文，他连滚大破地上滚，看马穷鬼不记谁，我一股怒把全都生。你可曾当？我，哎呀，你当了没有？我想到手印，是手下留情。你在小弟是真心，小弟就不为后你情。有日子手印在我行，现在难成手印的心。嫂嫂你不要多理睬，小弟与父两条心。父亲拉婚他不肯，总是在家里闹纷纷。李正为知金家事，李与金家苦关情。我家是在做一等，大门相对金家城，对面相邻生远亲，虽因他与我在亲近，他无与他离婚配，虽因真为不答应。他为了你的婚姻事，常与父亲起争论，亲人的可到生根，他昨晚不去成了病。虽因故事独行女，我恨不得飞上高楼去逃避。嫂嫂你莫是心甘心，他凭今日已专情，在高楼许下令人愿，这庙烧香金陵人，呀我今天3月3烧香发回来了。